新的猪后腿瘦肉腌过1天，拌入番薯粉调制的粉浆。我们这肉的比例，肉跟粉的比例是1比1啊，这样的话吃起来那个才会感觉到里面有肉。做法和灌香肠一样，这种客家腌肠的不同点，粉浆是关键，是以前客家妇女应付物资不足，让家人吃温饱的变通。一般是他们是粉跟水和一和就拿来做肠子。那我们不动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做多一道手续，做一板母的手续，像人家那个麻糬一样，麻糬它不是会软，可以维持好几天。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跟他们一样。范文森说，小时候妈妈常做客家腌肠，对食物的记忆伴随着对母亲的怀念，以及客家人旧时饮食文化的纪念。比较粘稠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那个口感就会比较韧一点，比较 Q 一点，然后冰起来也更好吃。这样。所以要黑麻跟面西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咸咩？咸的，吃来黏 Q 爽口的独特口感，让范文森成了新竹当地小吃店主要的腌肠供应商。这一圈呢，白白的，对不对？跟这个不一样嘛。里面是就气泡。啊，气泡的话，它会膨胀，受热膨胀。那受热膨胀的话，整个肠子可能就会破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那个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我们要戳破它。煮熟的腌肠冷却之后就能出货，但范文森硬是花了几年研究出可以冷藏却不影响风味的秘诀，用更进步的方法保留妈妈的味道。在新埔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腌肠，把这种客家妈妈的口味保留下来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在地特色美食，而改变了冰存的方式，让它因此能够增加销路。呀黑麻跟面西，好，呀黑麻跟面西，好。